好嘅防控鏡片。深喉。蔡司的话是30分钟就可以拿到的了。蔡司有什麼活動嗎？蔡司的所有的漸進，免費給你升級為變色。因為其實佢18歲前咧漲咗個度數咧，就已經係有一個免費幫你去換喎。晶片會怎麼分真假？框啦，同埋鏡片只係80蚊，紫色。Hello， 我係艾琪，今日要帶大家深圳睇眼鏡。那我想問問看那個晶片會怎麼分真假？可以的，这个微信的小程序，然后搜索 P 台眼镜。搜索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一家 P 台眼镜店的分店。然后这里呢也分别都是有 P 台眼镜的一个信息，这里面一直呢是跟我们的蔡司的授权书是对得上的。是镜片的包装袋，然后分别有右眼跟左眼的镜片，然后分别撕开这2个镜片的防伪2维码，然后我们还是打开这个蔡司精选的小程序，然后查验真伪，然后再按上面的扫描防伪码。就是今年定26年就是定制片的話，會有一個2維碼，相當於是他的身份證。哇！你睇幾大？呢個全部都係免費嘅鏡框啊，超級多款啊！你睇下，哇！下邊仲有，超誇張！你見佢咧，其實佢啲鏡框唔差㗎喎，免費都試幾款你睇下。呢個係有少少暗紫色咁樣嘅，暗紫色。前面咧亦都幾斯文，仲有啲框咁好嘅質量，都係免費。呢部機個報告咧就可以更精準咁樣測到我哋嘅瞳距、瞳高同埋眼距嘅。想問下我最快可以什麼時候拿到這個鏡片？蔡司的話是30分鐘就可以拿到的了。那麼快？為什麼？因為邊的2樓的話，蔡司有他自己的一個加工倉庫，有線片的話30分鐘是可以拿到的。好方便，因為這邊外面就是那個羅湖的口岸嘛啦。除咗咧1、2點咧，仲有一個旗艦店係超級大㗎，帶你哋睇下啦。哇！你睇下幾大？哇！仲有 AI 智能眼鏡喎，見到咧呢度係真係超級大咧，為港人咧其實服務咗25年啦。呢個品牌其實好多人都知啦。仲有啲咩優惠咧？就係呢個鏡框啦，同埋鏡片只係80蚊喎，超級平咯。仲有呢個鏡框同埋漸進鏡200蚊喎，呢度真係超多選擇啊！老闆想問你，蔡司有什麼活動嗎？就是這個配蔡司漸進呢，就免費升級變色。就是我們配蔡司漸進3.5折，況且還可以幫你免費升級為變色。蔡司的變色呢，它就有這5種顏色，這個是今年的最新的顏色，摩根地紅。它有這5種顏色，我變給你們看一下啊。它變色也很快的。都是秒變了，你看它就變好了。這5種顏色，有灰色，有黑色，有綠色，有茶色，還有這個就是酒紅色。有這5種顏色可以選。這些都是蔡司的樣品，你所配的什麼系列，全部都有樣品。配蔡司的漸進，現在免費升級變色呢。它最便宜的漸進，你配這個蔡司來光 2.0D 的漸進，這個是1680，然後呢是3.5折，就是588。那麼呢588呢，我們就可以，況且還可以給你免費升級為這個2480元的這個變色，非常合算的，就是有需要的就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。我這裡配了近視的管理型鏡片，我就可以保你到18歲。
所以我的配置，如果那个儿童他的眼睛就是有变化的话，就可以免费来换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就是到18岁之前长度数，只要你长50度，或50度以上，我就给你免费换一次。各个品牌的有后牙，有米妮，有利康，有彩丝、碧丝露啊，呢5個品種咧，你都可以隨意嘅配，你覺得想配邊個品種都可以。其實我而家咧就都係配後牙嘅，配得最多，因為比較多，係啊，因為後牙嘅效果好嘛。仲有咧後牙咧，佢有一個係深喉嘅防控鏡片。深喉雙喉就係雙喉，係啊，雙喉，你的近視平均可以減慢69%。對兒童嚟講啦，呢一個鏡片咧有雙效嘅防控啊，咁其實係對於返學啊要用到眼睛嘅咧，就係對個兒童至好。這樣讓他的近視不要加深得那麼快。啱啱咧就介紹咗呢一個兒童嘅活動啦，其實真係好適合啊，因為其實佢18歲前咧漲咗個度數咧，就已經係有一個免費幫你去換喎。咁你知我哋其實10幾歲嗰啲成長嘅時刻咧，其實真係會個視力會成日改變嘅。咁咧嚟到呢一度咧，咁你見到啦，有非常之多嘅兒童眼鏡嘅，亦都好 colourful 啦。我相信好多小朋友都會好中意。咁再嚟到呢邊咧，見到呢度係咩啊？有成個檔案櫃啊！檔案櫃全部都係講緊嚟到呢一度配嘅兒童嘅一啲檔案啦，全部都有晒喺度啦。咁譬如話係咩年份嘅、幾月幾多歲嘅，咁翻到嚟咧就可以揾翻你嘅 case， 咁去到做一個調整啦。咁我哋繼續行下呢個店，真係非常之大。咁呢度咧，首先就有一個運動區啦。呢個旗艦店真係要上嚟睇下運動區啦，就係放翻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，就係一啲唔同嘅眼鏡款去到戴啊，即係呢啲咧就係冇咁容易跌嘅嚇，揈佢係唔喐㗎，揈唔喐㗎。咁你踩單車啊、跑步都可以用呢啲。咁我哋去另外一個區啦，呢個係咩咧？哇，咁靚嘅，係一個 AI 區啊！你知我哋係非常之跟進呢個 AI 嘅潮流，有一個 AI 嘅眼鏡啊。咁其實咧，呢個 AI 眼鏡咧有啲咩作用咧？譬如話我哋戴住個眼鏡可以聽歌、睇地圖。譬如話我而家要去一個地方，已經喺個眼鏡唔需要再用電話碌碌碌，咁用呢啲眼鏡咧 AI 眼鏡就直接帶我哋去嗰個目的地啦。咁我哋再去啦。你見到真係好大，成個工廠咁大。除咗鏡框慢慢揀之外，好多款式之外，嚟到呢度咧，仲有唔同嘅品牌喎，一啲我哋熟悉嘅品牌都會有。仲有我最喜愛嘅邊個啊？呢啲啊，黃學弟。咁我相信都喜歡佢嘅都可以嚟配下一啲佢代言嘅眼鏡。真係好多款啊！咁去完呢一邊咧，仲有啲咩區可以玩呢？真係多到不得了。我哋穿越咗呢度先。咁呢邊咧仲有一啲設計嘅區啦，係一啲唔同嘅設計師嘅品牌嘅。咁就比較特別啲啦。除咗大品牌啦，普通嘅眼鏡啦，亦都有設計師設計嘅款。咁呢度再入到一個再 grand 啲嘅地方啦，見到咩啊？卡地亞呢邊仲有 Prada 唔同品牌嘅，哇，好靚啊！呢啲款，睇下有冇睇先。佢咧仲有呢個免費嘅驗眼服務。呢3間分店都喺羅湖口岸附近，有興趣嘅就去睇下啦。想睇更多深圳嘅好介紹，記得 follow 我啦，我係艾琪，下次見，拜拜。